有臉孔的滿月巨蟹座滿月許願2026/1/5有臉孔的滿月。最簡單月亮許願，黃金之法系列之68。什麼是月亮許願？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觸月亮許願，那我先告訴你，所謂的新月或滿月許願是一種免費又強大的許願方式，每半個月就有一次，能幫助你迅速完成願望，甚至連改變地球的政治和氣候都行。什麼愛情、健康、金錢這種更小的就更加容易成功，超級厲害。本次的月亮許願稱為巨蟹座滿月。具體做法：許願時間2026年1月3日的下午18:03 PM 至1/4的下午15:43 PM。2026年1月4日的晚上21:44 PM 至1/5的下午18下午3點。星號注：1. 以上時間均為24小時制，我甚至還注明了上下午、前後。2. 此時間均為台北、地球東8區的時間，如果你在別的地方請根據自己的時差調節。比東8區早幾小時，你就早幾小時許願；比東8區晚幾小時，你就晚幾小時許願，就這麼簡單。3. 哪個占卜師會像我這麼仔細的？如果有人這樣還看不懂，再有問我時間的問題的話，我一律不回答。步驟： 1. 拿出隨便一個本本或者一張紙。 2. 在紙的第一行寫上我命令宇宙和月亮幫我 XXX 完成以下願望。 XXX 就是你的名字，中文英文冇所謂。 3. 在第二行寫上你當下的西元年月日和小時、分鐘，作為證據記錄。 4. 從第3行開始，你就可以寫願望了。這些願望必須是你真心想要的，不太想要的願望就不用許了。 5. 滿月只能許減髮型的願望，因為滿月之後的月亮光會一點點變小，所以要用減法來算。 6. 例如像我要減肥、還清負債、我討厭的人遠離我、獨裁國家趕快解體滅亡、學校霸凌過我的人也被人霸凌致死這種的減髮型願望就可以。但是像我要我愛的人愛我，我要有錢，我要去旅遊，我要健康，全體民主國家的居民越來越富裕幸福這種的加髮型願望就不行。如果你想用加髮型的許願，等15天，到下次新月許願就能許了我。 7. 願望的總數必須在10個以內，不能超過10個，但可以少於10個。如果你有超過10個以上的願望，那請你等到現在這一批願望成功了以後，再把下一批新願望加進來，已經成功的願望就不用管它了。 8. 寫完願望以後，如果能看到實體的月亮的話，就對着月亮對念你的願望就好了。沒法看到月亮的話，你可以觀賞新月的形象和你願望的這張紙重合，觀賞完再念願望。所謂的滿月是一個全亮的黃色月亮。 9. 怎麼念？用你的嘴巴念，或者在心裏默念，念你剛剛在紙上寫的所有文字一遍。念完之後，在最後面加一句月亮我命令，幫助我完成以上的所有願望。這些願望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實現。這句話一遍，這樣就算完成。10. 無論你有沒有看到實體的月亮，無論你用嘴巴念還是心裏念，無論今天是什麼星座的許願，是滿月還是新月，發力的效果都一樣，沒有區別。 11. 說完願望後，就可以把紙或本本放到任意一個地方，不用再管它了。 12. 等到下次15天後的新月許願，可以把你現在寫的拿出來，劃掉已經完成的願望，沒完成的就繼續留着，下次許願的時候再對月亮許一次，直到它實現為止。以上就是巨蟹滿月許願的全部流程。最後祝福你的願望立刻全部實現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YouTube 屠龍術。